交穴还是三阴交穴啊？关元穴、命门穴、遗枢穴，遗枢穴书也是字不知道怎么写。足三里穴，脚底有涌泉穴、涌泉穴，小指头的第一、第二节凹痕的地方也有穴道，手掌跟那个小拇指交接的地方，那个凹痕的地方也有穴道。网络有卖那个侦测穴位的穴道的仪器，尖端是圆珠啊，一颗圆珠。这个只是分享，没有要上传。注明自看，可以录起来，但不要上传网络呢。看后心得记在这个档名，然后观看这个档名，这个说明就是一个档名，就可以知道重点了。所以要看原始影片，就把这个影片名称搜寻，可以用手机语音助理 OK Google 来连接。按手机萤幕正下方圆形的按钮，叫 Home 键 ，Home 家庭 HOME， 然后说 OK Google， 请让我看中医养生，每天按摩这几个穴位，让你做超级男人。按手机萤幕正下方 Home 键。语音助理出来了 ，OK Google，OK Google， 请让我看中医养生，每天按这几个穴位，让你做超级男人。下面是 YouTube 提供的解答。你看这么快，比那个Google 网址栏、搜寻栏搜寻中医养生快多了按一下。你看。